者的話，喺比比找媽媽呢個主題入面，我哋去咗唔同地方，欣賞着了，亦都認識咗佢哋嘅名、外貌同習性。希望呢個故事可以俾大家認識呢啲有趣嘅雀仔，並且認識愛護大自然，即係雀仔嘅屋企。怪獸超超同壞壞決定搬到森林居住，同埋建造新嘅屋。森林嘅樹上面住咗好多唔同嘅雀仔，例如鸚鵡、麻雀、鴿子等等。超超同壞壞身形夠大，所以要建造好大嘅屋。係啦，佢哋發現森林嘅空間唔夠，俾佢哋起大屋，所以決定砍伐樹木，佔用森林更大嘅空間，建造房子。轉眼間又到咗1年2度天仔嘅時候，黑臉琵鷺水水途經森林嘅時候，發現森林嘅樹木越嚟越少，所以佢決定停低睇下。佢發現有2隻怪獸喺度破壞森林，所以用麻醉針令怪獸暈倒。超超同壞壞分咗40分工，於是共物佢哋將超超同壞壞綁喺樹上面，並打算將佢哋趕走。超超同壞壞醒咗之後，佢哋知道自己個行為破壞咗動物嘅居所，所以承諾協助大家重建家園。超超壞壞幫助種植樹木，幫助農作物，所以動物佢哋決定原諒超超壞壞，同埋重新接納佢哋。超超壞壞同埋長冠白哥伯伯帶壞咗鄰居，而水水繼續。